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福气类类嘅节目。哇，来你甲乡亲朋友讲哦，客家田是20年嘞，所以咧7月1號你客家田是你講生日，係說生日快樂。啊，今日福氣播出嘅時節咧，其實哇，表示嚟講嘛，其實你福氣類類節目已經有17年咧。佢都是咧3000人是未到4000是咧，係咪都難相信嘅一件事情？所以咧，今日繞場嘅裏邊非常嘅貼片，個到底係乜嘢咧？你先來看一隻短片。乡亲朋友，大家早，欢迎收看福气来了一周选节目。福气来了一周选，大家侬康健，我是刘慧珍。嗨，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早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福气来一周选嘅节目，我是思涵。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下晝3點半準時來收看福氣來了福氣 Live 嘅節目，我係劉慧珍，阿慧珍。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劉慧珍，歡迎收看福氣來了，翻譯嘅咧好農事是喎。歡迎收看福氣來嘅航空比報，今日航空比報報盤大家乜嘅航空呢？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，要到。欢迎收看今天福气来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福气来了，我是徐哲伟。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，我係劉慧珍，阿慧珍吼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今日嘅福氣類類嘅節目。咁啲呢個鄉親朋友都不下看電視，該坐喺旁邊坐久嘅時間係咪知道？對人哋會有點酸軟，係冇是繞過有點酸軟。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氣來了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氣來嘅，我係吳依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嗰本，歡迎收看福氣來嘅。觀眾朋友，今日個好冇？歡迎收看福氣來，我係阿明哥劉浩明。哇！大家來歡迎你今日嘅來賓，你嘅有天老集Hello， 哇！與你最好，香港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了，我係 Rita 林玉天，準備加嚟到歡喜。哇！哦，大家好，我係池澤偉，歡迎收看福氣來了。哎呀，要喊怎樣嘛？真嘅，時間過很久哦。你講話真的很甜呢，難怪你在配音界是這麼有名氣。哎，有名氣，他剛剛講話是不是？大家好，我係林玉天。我想這樣啊，香港經典東歡喜，我未做得安樣嘅聲，我是東歡喜。哎，時間過安家，祝福客家電視台20歲生日快樂。福氣來了17年呢。對，3000人是冇4000是了。哎，你講，你有一隻當創上嘅音樂節目，其實哲偉哥也讀是我們的評審老師。20年，所以每次羅哥、羅時豐、羅大哥說，哦，老年大流程20年了，可是我們17年，真嘅哦，同20年差唔多呀，而且集數還比較多，好可怕哦，快要4000集耶！哇！不過等一下，你們兩個今天是有講好，你們是要組團是不是？你們要出道，你們有出道係嗎？你要出去福氣來主持呢？默契，哎，那都冇講好哦，冇講好，一見面時間，真嘅。對呀，我剛一看到，那可能我想說，你們兩個現在是有組一個新團，特別那個福氣來了的宣傳，那我想說團名叫什麼？亭亭玉立。很棒啊！給各位講下來，你們講一下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？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，請大概這個主持年表，係嗎？應該就一個先咯。應該係先，2016年到2018年。
好可怕啊！真经竟然因为我接到主持工作的时间，我当欢喜，因为福喜来这样是当场和网友写来的主持人。这样是客家电视台就讲，我们要有一种新的感觉，鼓手抢来的吃看啊。其实我主持的时间。一方面当欢喜，一方面所以想讲，哇，有啲只机会做得做，我自家讲话，也讲谈话节目的专业的时间，我啲啊学习当多。哇，很赞哦！刚刚是个係2017年到2022年的到去年，哇，我非常呢節目，當然我第一排落到洋洋胖地度6日。韓國啲貴州歌唱當中，當到嘅藝術家、藝術啊，我像學習當到。韓國第2段時間，我唱有一屆聲音，都有2屆聲音啦。正經我6日嘅時間很有信號，上時間可能也看唔出來。你係冇啦，你係冇，你講嘅東西，所以我像哇，呢個節目咪係看你愛心中嘅。真是，所以基本上都10月過啦，肉天裏度兩邊市場係做每間，而且個係時間當衝啦，2012度，就是差不多會新年。都厲害哦！小4年的話練出國中對，如果有生小孩7年級，國小啦，12歲國小。唐詩第幾我叫誰？數學很差。4年生。這是我們3個，然後 Amy 上剛剛還有要漏掉一個，就是其實這邊有一個年表。哇！對，所以你看哲偉哥，好清楚哦。你這個長得怎麼跟現在有點冇形容？你這個。藝術田連福起來，強樣福起來越來越好，慢慢越來越好啊！對，你看才大家做的看到，我們後來還有新的生力軍，像是易容的概念。不過獨立俾大家做的看到，後面有一個就是掐安琪。安琪，因為很久沒有看到安琪，真嘅。你有在看到是上幾個節目？我記翕相，我老葉老師來宣傳新嘅專輯，開始喊係臥龍，2012年，哇！你們都不怕大家拿出以前照片，拿出那個黑歷史哈？不過兩面這個最大的重點是因為基本兩個來賓係來到現場哈，所以其實安琪有幫我們錄一段。大家想看見啲一邊龍用英嘛？小朋友對安琪其實挺做印象都唔清楚，因為家來看一團安琪讓你講乜嘅？歡迎收看福喜來嘅河空比波，我係蔡安琪。100我做每家好，我就想到哇，客家天是20年嘞，我蔡安琪第一片就10年嘞，啲福喜來嘅就3年嘞，哇！我知道大家就唔是孫啦，好，我記到說唔是，我係知道就係同感謝我有啲其中一些嘅一部分安尼。係咩？冇變，唯有變嘛個跳那模，因為我記得有一年我安琪向下主持過春節的特別節目，佢樣是捲髮，短的短。對，做埋俾特別看安琪係因為其實哲偉哥在農業大旅團，還是看到哲偉哥專業的樣子。那玉婷其實是。你知道3狗大後生狗團改主籌，我們都可以看到大家很活躍。就是安琪現在就是過着這個很美好的生活，不同領域，對不同領域，所以貼片繞牆機來錄一團短片哈。不過講到兩片，其實佢兩沙都係讀福喜來的非常長改主持人，一聽了大家來分享一下，除了就是做每家的感覺，有沒有幫我們分享貼片印象動情可以改事情？看是誰先？印象動情哦。我像第二節目，我大概是當期談我愛錄嘅內容，因為呢，譬如講有詩人啊、藝術家、畫家，又係講小說家，然後歌手。其實我大概6樣以前，除了有啲你嘅本嘛，嗬，我都會做當到嘅功課，所以我大概是就講每一集都做得要當到嘅學習，吸收很多的知識。對，我特別記得我就應該係上次現場嗬。喊我跳舞啊，好，喊我特別講以前嘅時節，其實呢都係東南亞嘅事情。對，所以你看你帶的相片，係咪有什麼特別的那個你講你係嗎？有，印象深刻應該講你係松本愛嘅電腦。哇！你係插畫家、漫畫家徐慕迪老師，佢來到節目當中，結果佢是法令愛，好美啊！松本愛，跟大家速寫，哇！有像嗎？有，你要說不像嗎？這個好美，有像很美。係啊，所以我覺得做節目除了學習當到很多的手段咧，
欣赏嘅心意，哦，你係當好嘅經驗。冇錯哈，這個是玉婷哲偉哥。哦，因為我這樣時來時節，唱片線嘅故事較多，客家唱片，還講文藝嘅，還有譬如講演唱會嘅，有關客家嘅。對我來講，來賓來了位，譬如講這樣時很忙，真正發唱片嘅日本沒有。佢到啲啊，當到故事係替擺了上嚟嘅節目，譬如說指南嘅戲啊，到啲下記得會想到講，哇，這位個這樣時人替擺去福起來唱歌誒，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。此外，對我來講，我知道印象當中嘅係呢一隻工作環境本我嘅感動，看咯，還有帶來這樣時啊，因為你嘅畢業典禮對，係嗎？畢業典禮，因為這樣子太無閒，又要家又好曬，又要去出外景啊，做客他鄉，鼓手最明嘅時節啦，佢就出準備。太講本嘅。係啊，你看，我2年嘅時間哦，我做過嘅事情，還有訪問過嘅來賓，全部都對了位，還有記得要攞我講嘅話，你知道這封面誰畫的嗎？誰？他這種是佢還係實習同學。對，哲偉哥說，在哪裡？就是李亞度講條腦本公眾藝人，錯，所以你都留着。我留一隻東西哦，這種是我來宣傳做客他鄉，至少單位攏來做為版啊。如果節目結束你們要幹嘛？他說我們要丟掉吧。我說不行，留給我來做經驗。哇！你看這樣子，我替擺去諾貝做外景節目，佢都懂用心，就是截了很多我覺得讓我很感動的圖。東南夢呢？真嘅呢，我要停在這張啦，這張很帥。對，冇錯哈，其實有當多個故事做啲分享哈，是不是感覺上講不完？不過咧，大家先聊下哈，你等下常常嚟講。試試看好不好？站着會比較好做。站着比較好做嗎？各位觀眾朋友，我真嘅冇練習過，我來咯。如果失誤的話，可以重來。球要跟頭高，球要跟頭高，對不對？對，差不多到球。再一點，再一次。耶！可以過關嗎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也可以去表演。你兩三前是係多吹多咪啊，你們好高哎！真嘅，你剛才那個剛才原劇的時候我多緊張，我真的動緊張哎。你跑到你跳跳，你是步槍。對，我想講頂完之後這裡要會步槍。其實大家唔啲節目我錄之前嚟練習當多遍，樣板都冇成功，冇成功。你要直接來的時候，好像第3次真的就成功。所以你今天我真的有練習，真的有練習，印象當成。因為像講到按到要來賓來啲教啊，主持人應該教一下，你看他們都那時候清空的嘛，根本你跳到。等一下，哲偉哥，你主持的時候，你主持嘅時間有唱歌嘅嗎？我沒有唱歌哎，你知道他就。有時候吉他來了，或者來了。歌詞可以改歌曲啊！這樣是真經有動到嘅機會，做對本藝用來賓互通，然後當好教你看起來還當感同。而且剛剛看那個孔開長片，哲偉哥好瘦，好壞哦，我們啊，咩係根本應該衫下花臉，沒有，現在是看起來很有身材，有練過，給講過啊，你呀黑啊，你真的是，你剛看起來就是才女啊！剛記得，剛係我哋現充臉嘅呢。嚇，真的？剛係我哋現充臉，跟跟他們講個哦好啊，開始練一下，那個動好高。那個節目當中沒有，那個嘛踢踏舞啊，咪係現充線上高。所以你想又跳踢踏舞？有。現充線上高啊，真勁動好高，所以我時候節目大部分係動到係用。
是係安樣嘅。我做得完全了解，因為你大學訪問冇強人感應，其實議題也非常的多元。當然，不論係從係作家，從構想，好像是性上什麼的。那可能大家會講其實主持為什麼要準備功課？因為你面對係冇強嘅類別，真嘅，你要做唔得冇做功課，你老一個藝術家講話，你乜嘅事唔知。對，該用辦。我有一次訪問李喬老師，我真是整個禮拜沒睡覺，你知道？我想說下禮拜訪問，因為我整個禮拜沒睡覺，每天都在看他的書，真的，因為你知道李喬老師人很好，他坐下坐下，然後你就開始想說，現在那個門馬街，你知道，就是你知道你要跟他能夠對話，對。做得交流，而且團隊Forky 團隊動力還記得在事前的功課都幫我們做了很多，其他你要寫發，哇，有時候真的資訊量真的很大，但是我覺得這就是福氣好看的地方，短短半點鐘，本太敢馬街。真的，我還是要回到李喬老師，有一次我要訪問他的主題是藍彩霞的春天，就那本書那麼厚，有沒有？然後那時候很忙，說易姐，我們要訪問李喬，這個書給你，我心想說，我能不看完？真的是每天一直很好看。不過你也artist會非常該睇，不過講到兩係大家嘅訪問，其實，哲偉哥可能冇玉婷有 live 的經驗，對不對？都好高，腎上腺素激發。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？我從開始係好挑戰性嘅東西，所以呢，有一班我接到電話講 Rita。稍早要 live 你做得嗎？你時間做得嗎？我佢係我講做得啦 ，live 誒稍早誒，所以我是實實準備。我講我除了咧係一種老前前留言都冇強了，因為你了留言，你還做得有 NG 嘅機會。我講 live 該做唔得，你是播出去，所以你是係自己愛準備到當好，韓國時間嘅掌握，愛當好，走來咯。係講可能伊啲正要咯，談做啊，看觀眾朋友向前係連線嘅機會。我解釋冇，不過我就講，我哋播送出去，佢向前是當地一看，佢就係感覺事情，我經驗啲見面，頭前撈啲糊塗。我當做是 live 嘅意思係，我做啲撈向前動腳圈，因為你直接撈去講電話，說嘿阿嬌姨係麼？嘿阿嬌姨咯，那個向前咪動等一下，我要找問題咯，問題，跟住阿嬌姨係麼？好，我電話就咧，你就覺得你跟他是直接的面對面，動親密感覺。而且因為起到講，哇，他就真的在支持這個節目啊。對，因為一般你主持節目，其實你係對記憶講話，唔過係講你只是做啲接到現場嘅填盤，是咪起到你嘅只是咯向前來溝通。所以感謝向前朋友，我原來睇呢個10年的不洗錢系列，真的就是大家的支持。對，這個是想要 live 的部分哈。不過其實除了玉婷有 live 嘅經驗，然後都福氣來咧，其實你介下所有台節目講到嘅。主持人安琪，他這個也是有很多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，所以你係繞牆呢個所有嘅鄉親朋友嚟強下嚟看一團安琪帶來嘅分享。就係我記得啦，我印象深深係有一擺我看到，唔過我還係有聲音啦，做啲講法。嗰時今年咧就繼續來錄音，對一開始來小嘅來賓啊、訪問啊都當真爽哦，就到誒廣告過後轉來嘅時間，我一講法，歡迎，真經就係大家講嘅乜嘅說好，真經冇生咧，歡迎蘇看歡迎來嘅，嘿，我咩唔知我嘅聲音有冇變到安尼吼？唔講我就係安尼嘅聲音，我就安尼錄後判斷規則，我就安尼細聲，我。一下想起來後尾動排寫嚟對幾隻訪問嘅來賓，唔過幾件事情後尾本來動成呢一類想法就係身為一個主持人吼，真正嘅對自己嘅聲音我會好好來保養就錯嘅。我完全唔記得記完有個經驗，我覺得你係是 live 嘅問題，容易解釋後面有問題，可能你做啲調整流行，讓人嘅時間來歌唱，可是係講係 live，它就會就冇辦法，填充鎖喉。對，佢可能有刺激兩位任何跟 live 有關的經驗，只別就算到福氣冇，哲偉哥其實都有 live 嘅經驗。係啊，因為我天台做 live 啊，我咩事按樣去咯，可能觸一下，又係講啉水啊，冇拄好，冇法度啊！你一天愛啱出來上啊，一天出來講，一天要想辦法，係啊，因為我live 啲福氣。
100啊200天，唔講係無像兩位安尼有接天花，唔講真係要當緊張，因為無強嘅地方係你愛想辦法啲時間內愛講嘅話，啊，還有老鄉親讓百姓啲講啊。當權嘅資訊啊，又係講當創業嘅資訊，所以你喺 live 好搞嘅。錯，我記得有一年客家電視台公演嘅 TV 節目，佢係 live 嘅，結果佢現場播出嘅時間，我都真經係喺現場接天花。有一年，很有個阿姐哦，太姐打來，其實哎呀，你喺現場真經哦，我要播出去係嘛？我講有，你喺現場，佢現場很動情，大家是咪動氛？跟要當講打天花來鄉親啊，發錢團，愛見講。真甜，跟當小愛分享。我哋哎呀，非常希望嘅一起。什麼台子？哎，還有件事情啊，還有件事情啊，好，哇，台子愛啲天錯俾เรา哋資訊收回來，你咪轉移討論。還有講，然後就會講會順啲麼 ？OK，大家你下講嘅係 live 就現場直播，不過其實大家都啲 Q 就是過去3年因為 COVID-19，其實你有受到動態嘅影響。不過最尾你恢復流量嘅時間，因為都沒有來賓走得來嘛，因為那時候還是有疫情保護，所以我們有視訊。你是不是訪問甘耀明先生？該時節吼，該掛口罩吼，對主持人來講，你看唔到我講乜嘅，所以我相當安全。不過咧，我面對該來賓嘅時節，其實該我都頭前要睇天咯。不過我都總得看天咯。我看鏡頭。我看鏡頭，所以我想係講一下冇上，我是想用扮演係發生乜嘅事情，所以我訪問我嘅偶像。甘耀明老師嘅作品真係非常讚的，我非常喜歡佢嘅作品，所以我當場我訪問佢，不過我總得目珠落佢有交流，佢看到我是做咧可能鏡頭，香港最尾落佢翕相嘅時間，我是做咧攞電腦嘅螢幕翕相。我當時我看到佢本人，佢嘅意思就係講佢看到粉絲啊，看到偶像，你做得當在咪做看冇做 eye contact，唔講你就做得看天咯，聽。我總得看佢，我是看鏡頭。香港我係當注意講 live 嘅時間係講一下冇上，係咩信號有問題，係咩乜嘅有問題，係該時嘅反應過來啊。該時係一緊張，真緊張。錯。其實真是吼，該起嘅你要動到安樣嘅經驗。其實挨到疫情群沒有，你知道我們那時候在這個 COVID-19 期間，其實還遇到這個半夜班中秋節，半夜班，所以我們就還烤肉或是幹嘛的。你講這兩天都烤肉，很瘋狂。我覺得那你沒有怎麼沒有找我們？我挨哋喊起我，你知道講你睇鄉親朋友咧，回顧一下，你看下解下你發生乜嘅事情。好棒哦，真的，很可愛。成功。哇，唔錯，鼓手好。組長也表送文，我愛同意本人是團圓圓分銷。做不太噶，少點點內行的才會說出主目標愛用嘅東西，對不對？因為佢傾向嘅行嘅阿哥，真的就是客家嘅秘辛。哦，一個係兒孫誒，啲嘅係唔係冇？好，來配音樂是不是？哦，我看我今天真的很 busy 耶，先放一下，太忙了。好的。其實給不應我今天的事情真的很簡單，我今天要做事情就是朋友，然後麻煩阿 Q 會教大家講，我覺得是不是清爽的醬料？我唔錯，同他有不用講醬料，一片公一片不用哈。對，我給條路就按用你聽聽，我配給對。其實有一些品種哎，真的。而且我很愛吃瘦肉，太敢有放天我就先放瘦的。我也喜歡吃肥肉，拜託幫我放。可是可以，所以安永不會彈哈，對不對？我們剛才才跟大家講，安永不會彈。唔會，而且我們火苗很大。你上台節目看到呢度洋人胖地圖就是 BBQ， 真的是沒辦法，因為 COVID-19 期間因為錄節目，然後因為搞半夜班，就真的2個人這邊 BBQ， 你知道其實蠻孤寂的，你知道。
所以节目都用心嘛，肯定爱拍点大家，无论用班嘅。唔过相亲看到一定当欢喜，对我们在家都一样。对，不过讲到俩哈，其实因为分享到非常多，大家挺常地，其实哲伟哥就是婆妈粉丝非常多。你到底用了什么？你到底用乜嘅那这懂什么？福利类的时间就是婆婆妈妈都会看嘛。之前有家家有好食，大家都连看。我去桃园啊，到那边做法通，非常多婆婆妈妈粉丝说，我有看福利类呢，因为唱歌有嘛噶，我家家有好食，我这点欣赏呢，我出去买菜了，还有人煮给我吃。后来有记者真的对我很好，因为这两时有当到节目嘛，他们就封我为婆姐界天王。婆姐，我现在才知道你知道这个新闻查得到，只要打婆姐界天王，就是出现徐哲。可是来懂感一下，真言，很谢谢。那以后我看到哲伟哥，我要说婆姐界天王，婆姐界天王，婆姐界天王，我就觉得没有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故事我讲我每次都当好有阿姨啊，也係講姐演嘅時候當好，因為福喜來嘅節目。太開心了，所以今日當朋友就繞牆度集 Rita 呢度節目地度，昨天講係專門加好，你不用去到高興，是不是有準備禮物要送給兄弟？有，來先。來，我想因為非常感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咪特別準備咧。我係音樂人，所以我一定要準備我嘅新專輯送俾鄉親朋友咧。專輯咧咪係全部用手工嘅咧，真是，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。你要用手講嚟，知嘛？等一下我咪簽名。你咪搶你所有嘅鄉親朋友，你福喜來你嘅就是免術粉絲頁，會關注一下哈，我們會出題目，只要留言，他們的題目就是非常的簡單，是做你 YouTube 就得到你聽得專業。有冇有係業會第34屆嘅貓介獎？恭喜金票獎，係，該是本大家做咧回答。耶，送俾大家。好珍貴哦，哲偉哥，這個也看起來好厲害。你喺去年咧心中有一撮散嘅合適，特別都有當到客家音樂人腔下沒有愛哦，雖然我冇因為金曲獎啊，唔過呢種東西一天都談哦嗬，還有我送今年嘅這個叫花布兔，也係今年啲等屆嘅時間做本太家嘅腔下送本太，希望下半年太家兔兔高升。哎呀，我覺得音樂人很討厭呢。有半音，你就是記得什麼講，哈哈，我有一個我的專輯可以送給大家，你知道，我就沒有。我沒有準備，只是我現在沒有擺在身邊，因為大家都地哈，你用29年改染蟲這兩件事情，所以很多該演唱一些大家是不是那個很高階的？對。剛剛因為工作人員來講，那個不是熒光棒，係手燈，對，是高階的，有很多冇強嘅輔助在控制，所以你係愛準備本台改哈。雖然係冇轉型，不過我們有專屬的高階等級的手燈，好嗎？好，這個就是台尬類留言，我們就知道哈。所以剛剛我們要進行一個有問快快說。其實一般來講的準備非常多嘅問題，一個一個問。我覺得哲偉哥可能不知道我們這個有話快快說。其實我最喜歡過去會準備有5題6題，然後不准想。哎呦，我覺得這個我應該要好好問哲偉哥。可今天因為膝蓋嘅關係，其實我們只有準備1題。1題，請問一下，你這個紫頭髮的屌爆骨，你是在？其實係隨機嘛。Q 那麼這個哭是？這哭我印象當中應該係用 Rita 講下母親節特輯，一天講到阿婆啊。講到阿婆，你現在不要，你看他給他先不要。5月節，大家講做個。分享還有阿婆的妹，愛當險嫌疑嘅，阿婆就兩個分享連阿婆的妹愛什麼留。該下很配，柳陽嘅時間導播有說你是那個哦，有，我是導播有跟大家說，哇，你真的是全客台最會哭的主持人。所以其實屌爆骨走的嗎？真嘅，這個婆姐界的天王屌爆骨。唔單槍係一家哦，來賓來嘅講到嘅故事動感通，我一定秒哭，因為我很投入，性情中人。沒有啦，我覺得性情中人很感性。哦，然後係這個紫頭髮的婆姐姐，我記得嗰時係媽媽節的主題，所以我要來節目，韓國要唱歌，你沒有接我啊？對啊，你現在講別人是什麼意思呢？你講別人，你要公平，你對你是我還看到了嗎？我牽着他的手，係，嗰時搞到係。
动感头。2、3叫咯，唔點樣嘅事。因為安尼是係讓阿婆強下睇啊，所以嗰種感情動情。好啦，今日莫講拜託，你們兩個，好，這個重現，牽手重現。真的，我覺得都是有技巧啊，你看沒？沒有，要是代表買時間是黑講，就是真的是兄弟朋友就大家錄節目的時間，不論你的訪問陪啥人還講起大概故事，其實你是真的不用感情，就是這是很珍貴的事情，對不對？如果其實我們動起來，讓大家的分享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先來好好講一下？接下來2位也有很多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，比如講義務染春，然後你性改轉型，馬上先來，我哲偉哥先來好嘞。來咯，什麼時候大家要做帶轉去咯？6月27號我新的單曲要上嘞，很多芭比，到底為什麼？如果是芭比，要那麼漂亮，那麼好看？因為芭比我是肯尼，啊，底下我大家年度一首新的客家單曲，希望年代呢做一張我自家母語的專輯來獻本大家，希望大家關注我面書粉絲專頁。好棒，謝謝。而且剛是說一張也一首嗎？我都咧，去年生日都咧下我6首誒。所以當然等於是有一種完整的專輯完整，希望大家支持，希望大家到時再過來要送專輯本。好，換你。這看起來也是有很棒的。希望大家因為下半年咯，我想染風要專輯還有印尼呢個音樂，歡迎大家做啲上 Rita，又係個3個台後生樂團嘅粉絲面書專頁，不是就可以看到。韓國今年我都愛去馬來西亞咯、新加坡表演，未咯，嗰度為音樂人強下啲街會嘅呢個東台濱海藝術中心，嗰度嘅音樂戲劇中心嚟表演。我非常嘅期待，韓國其實大家上面就得查到一種專輯，叫做島嶼連接。島嶼連接係3個台後生，到新加坡嘅音樂人強下來做嘅專輯，非常好聽。音樂有幾條嗰種嘅中東嘅樂團，未有3個台，有爵士嘅部分，所以都好聽。除了染風呀，還有島嶼連接，我推薦俾大家。所以島嶼連接嘅專輯做好咧。做好你強一，其實你係強行法，不過嗰種係做數位嘅上架，數位發行，呢一種要做實體啦數位。哇！我鄉親朋友談幾多安樣分享是啲嗬，你看有聽下半年要多嘅音樂嘅發團，然後大家咧分享，咁個10位歌舞強融，佢要新專輯，當家為咗大家來見面。第一張哦，真係第一張行業展，第一張可是之前因為之前是 EP 或是合集，哇，好令人期待！期待！我覺得做啲談到真是入到嘅客家歌手，又係講嚇，入到嘅安樣嘅新嘅專輯，就讓大家分享啊音樂，做啲動是咪動分？今東강強有聽到10位歌嚟到兩篇，哇！兩下咧，你強按起圖大家都靜下就突然。好，今日呢個節目就到這了。接下來就聽聽欣賞，強下做運動了。百年不變。好看福喜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，我記得去到呢個面書咧傾站哦，還有聽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攞兩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